袂安怎？阿姊啊，你即马有翁啊，哪会阁烦恼甲安尼啦？我毋是烦恼翁啦，无是烦恼啥啦？阿雄，拜五拜六礼拜，咱无看到全家有智慧，要安怎啦？这简单，我来讲，咱即马网络顶悬吼，拢有底版的迄个专业智慧哦，要看随时拢有。请问买葡萄的时阵，爱用倒一个量词才对？这对你来讲较困难啦，伊拢叫想的啊，一我称公斤的，几公斤来几公斤的。对啊。金蕉才是一皮啊，对啊，葡萄是一张，哎，一张还是啥？会使较大声，甲恁的队长会使讨论的嘿。一趴对啊，因为是一蒲啊那种，一蒲啊，一皮，你讲一蒲啦，嘿啊，一趴哦，一趴啦，我知影，因为伊挂在半空中，敢若电火一趴的，无嘛，一趴，应该是对，就是一趴不多。14一趴不到，你确定？确定？你确定确定哦，确定哦。好，咱来看者，4一趴不到，对对唔对？上诶，是恭喜咱得到，这题是偌济4000块恭喜咱得到4000块。哦，咱台湾的吼，这个单位吼，拍吼用的无共款的物件啦。啊，其中一个就是葡萄，啊，除了葡萄以外，伊对这讲电火咱嘛算拍，啊，过来迄个尾嘛算拍。啊，咱有时讲这人吼，后摆有大拍尾，就是讲将来食老的时候会好命。